冇貪污特首，丹麥人最開心。入境職員哥哥啊，我想移民丹麥嘅話有咩計啊？移民丹麥啊，好冷門喎，點解啊？因為我想開心啦。你咁識貨，梗係睇咗前日聯合國發表嘅開心排名榜，知道丹麥係全球最開心嘅國家啦。報告話喺156個國家裏面，丹麥人最開心，因為工作有安全感，唔使成日驚俾人炒，社會又夠廉潔。哦，咁唔怪得我哋香港淨係排67位啦，鬼叫我哋有個貪特首咩？而且丹麥政府好注重公民自由，唔會乜都管住晒。自由？中國可能問翻你係咩嚟㗎？排112位真係唔出奇。報告又指出，美國由60年代到而家，人均國民收入多咗3倍，但開心指數一啲都冇升過，仲越嚟越多煩惱添。排第2、第3嘅國家分別係芬蘭同挪威。咦？唔通北歐真係人傑地靈啲？係咪好啲我就唔知啦，不過睇住啲北歐女仔，哎呀就當堂開心啲咯。我要移民啦！